咦，老細好型喎，襯晒我呢一個全新嘅4核手機殼。仲好講部新手機又 send 唔到 email， 又升唔到電話簿嘅。好易啫，我幫你搞啊！咁耐嘅，唔通換親機都請個 IT manager？唔怕，我哋公司用 PCCW 噶嘛，佢哋有專人上嚟幫手搞掂。手機都有專人上門，係免費先。免費㗎，佢哋仲有個 Facebook 專頁，有專人答問題㗎。我而家要去旺角開會喎。仲好啦，佢哋喺旺角有客戶服務中心，有人幫我哋。你開完會，我同你上去啦。咦？以後換電話就唔使煩啦。有問題打10088，有專人上門幫你 set up， 仲有多間客戶服務中心隨時為你服務。你哋仲可以 like 埋我哋個營商新智慧 Facebook 專頁，睇多啲資訊。PCCW Mobile 中小企最強後盾，即打10088查詢。